台北市大安社区大学台语传统诗词吟唱简介讲师柯德尧见识。什么是台语传统诗词吟唱呢？这就是古早时代卡拉 OK， 也就是古早人讲的汉文汉乐。咱的汉诗因为真有音乐性，平声看落长长，这声短短啊，安怎读就安怎吟，自然就会当唱出优雅的旋律。课程除了唐诗宋词以外，有吟唱传统的诗经、楚辞、原曲等等，也有古文的研读。秋行基理，作者杜甫。飞虎高兴多理想，梅雨南渡望金花。人歌主刘翔，作者苏轼。古树连琼针，天意得玉秋，水调唱歌秋。相绕碧沙回去，万般丢。江苏西天酒廊，江苏新兴配，一地祖孙金金配。楚辞、九歌、三鬼、屈原作。若有人下三之二，披白里下带如罗，既含地下有异笑，自我无下显窈窕，五虎欢密而笑，高哀而哭，乃歌曰。从容之水千下，可以作我言。从容之水作下，可以作我酒，虽可不求无言。雕有酒，金雕醉。明日愁来明日忧，老逢添处难回避。书到头来不自由。欲令伊家并，手不该真手。红笔代书作，天际来，地际空，一高观云龙，一条东。
此时李叔公作。春不秋来，水暖不流，流子兄漂泊。为因一夕，他不离，共平万众。特别小解。本课程有两大项的特色：一、台湾史的学习嘛占真侪的比率。目前为止，本班台史的研讨音唱在国内算是上侪的。每期嘛有穿插用日本语来吟唱汉诗，
日语吟汉诗是透过日文的翻译来吟唱，别有一番不共款的气氛。コイン君を訪ぬ。水を渡り、また水を渡り、花を見、また花を見る。新婦工場の道覚えず君が家に至る。欢迎爱好古典汉文诗词，或者是想要用日语来吟唱汉诗的朋友，同齐做伙来共同学习。最后强调，本班上课的讲义采用教育部公布的台罗音标标注拼音，有课程内容对111学年度特别实施的国中、高中的本土台语教学有实质的帮助。